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啊。根据媒体报道说恒大清盘人正在寻求接管前行政总裁夏海军及其前妻的资产。9月18日，据资本市场消息，在恒大被勒令清盘20个月后，清盘人正在寻求接管前行政总裁夏海军及其前妻的资产，试图为债权人追回更多资金。据代表中国恒大集团资深大律师万崇礼指出，夏海军即使被下令必须强制履行披露资产令，但却完全没有尽力做出充分披露，仅提供他资产有限的新加坡银行户口。他在冻结及披露资产令生效后，短时期内买卖物业并与妻子离婚。恒大认为夏海军隐瞒至少6500万美金的资产，质疑夏海军哪来的资金以支付儿子私立学校学费、高昂的生活费、经常来回加拿大及美国的航班费用。这个不管怎么说夏海军摊上事了。恒大刚爆雷的时候我就说了夏海军苦日子到了。当时有很多媒体对吧，很多人说夏海军赚得盆满钵满，对吧？这个扔下了100多万套的烂尾楼，对吧？那么多恒大理财投资者欲哭无泪伤心欲绝对吧？说夏海军套现套了多少亿，工资赚了多少亿，说夏海军是全身而退，最后对吧不辞而别。我当时就说对吧，夏海军根本没有好下场。你看看现在套在夏海军脖子上的这个绳子越来越紧，这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恒大他欠谁的钱呢？他不仅欠国内对吧这个银行、供应商、恒大投资者、业主的钱，他最主要还欠这个美元债债权人。也就是说恒大这些人他没有一个地方，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全的地方可以去。在国内那等着他的恐怕是要登缝纫机在国外他逃脱不了美元债的那些债权人的追捕这些人对吧，把这个掘地3尺也要找出他们的财产。所以说这个夏海军包括这个许老板的前妻丁玉梅等等这些人呢，他根本就没法安身，无处可逃。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实际上夏海军他本人也是恒大爆雷的这个受害者。就是咱们只是看到这个贼吃肉，看不到贼挨打，咱们只看到他们风光的一面，其实不堪，对吧？叫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咱们都喜欢听那些光鲜亮丽的故事，背后的那些惨的咱们不知道，对吧？实际上这个夏海军跟着徐老板后面投资那个叫什么恒车宝吧，还投资很多都赔了，那钱都打了水漂。自己在外面藏的那3瓜2枣的，迟早也被人翻出来。不干夏海军恐怕恒大的那个还有几个高管，那个比如财务总监，还有一些副总裁，恐怕都要受到牵连。不叫牵连呢，就是他们要负自己该负的责任，不可能拍拍屁股一溜烟，对吧？跟自己无关。要论打官司要论走法律程序，这海外美元债债权人恐怕是非常在行的，人家专门吃这碗饭的。这是房企的消息我们再看看这个9月17号财政部它公布了这个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前8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4.7%。1到8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6449亿元，同比下降 1.4%。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933亿元，同比增长 0.6%。地方政府基金性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3516亿元，同比下降 1.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9263亿元，同比下降 4.7%。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俗一点吧，各个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今年前8个月比去年前8个月少了将近 5%。1到8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 1.4%。我只能举个例子就好比你们家收入这今年前8个月比去年前8个月收入下降了 1.4%。那你觉得你们家日子好过了吗？是好过了还是更难过了？你要知道你孩子教育上学对吧，医疗保险都在涨对吧，社保是在涨的今天好像北京上海这个社保基数又上调了吧，调到7000多了。就是说你的支出是在涨，但你的收入又下降了 1.4%， 自己体会去吧。要想收支平衡，你只能某些地方节约一点了。捏脚恐怕要对吧，要酌情考虑能不去就不去了。抽烟的从中华恐怕也降到这个中南海了。关键是去年
卖地收入就已经是对吧，连年下降，这还在下降，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正因为这个啊，所以现在各个地方政府又在出台救市措施了。我们先看看这个深圳啊，深圳这个是传言啊，小道消息，有鼻子有眼呢，说是路透社说的啊，网上有个截图说住建局发的通知，如果有客户是因为购房资格限制不能买房的，可以跟我们申请特殊途径解决，请大家知悉。这当然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出来一个截图啊，没头没尾的，反正是传言。传言什么呢？说这个啊，深圳目前还有这个福田和南山，还有什么地方是在限购嘛？其他地方是不限购了，对吧？然后他这个传言的内容就是，如果有客户看上福田南山的项目，因为他没有这个购房资格，那么可以单独啊向住建部门申请，住建部门有特殊途径解决，但是说只针对新房。这二手房不行，也就是啊，你没有深圳的购房资格，但是你现在就看中南山的一套房，你现在就可以去买了，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对吧？全面取消限购了吗？据说这个消息啊，在深圳这个圈内啊，就那个中介啊卖房的房地产圈内已经炸了锅了，传得神乎其神了。谣言啊，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呢，真假难辨，也有可能是试探风向，对吧？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对吧？有这样的谣言，说白了就是有这样的呼声，有这样的呼声说明什么呢？第一个说明深圳前一阵子不是放开了这个福田、南山之外的嘛，罗湖都放开了，对吧？恐怕效果不是很好，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啊。如果放开了很火，那他没必要这么急着又要对吧？传言又要放开南山、福田的，没必要啊，他完全可以等到年底再说。所以第一个就说明这个前面的这个救市措施啊没有达到预期。但是我觉得啊，即便是深圳放开限购，有什么用呢？这个广州早就放开限购了。香港也早就放开限购了，对吧？香港是全世界人都可以去买一套房，也没见它这个稳住啊。所以说啊，这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第二个是广州的中山啊，时代财经报道啊，说广东中山开展港澳市场全民营销活动，推荐成功者可获3%现金奖励。什么意思啊？这从这个标题来看啊，就是全民卖房。哎，你能推荐一个客户来中山买房啊，立马给你3%的现金奖励。这房子3%给你。时代财经报道说，9月17日，广东省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通知，决定在2025年9月17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开展2025年港澳市场全民营销活动，同时在2025年9月17日至2025年10月31日扩大新中山人安家中山活动奖补范围。根据这个通知啊，凡成功推荐港澳居民在中山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房、现住宅啊、公寓还有商业办公，这个推荐人中山住建局按照购房发票金额1%给予现金奖励，房地产开发企业按购房发票金额不低于2%给予现金奖励，那不就是3%吗？就是这个政府给你1%啊，然后开发商就给你2%的奖励，也就是你介绍一个澳门同胞到这个中山买房啊，买成了，你可以拿3%，这个可以啊，这叫全民营销啊。反过来说啊，就是港澳居民啊要在中山买房，可以找对吧？找一个人配合一下嘛，你就说他介绍的，到时候返给他3%，然后你们俩一分，不也挺好的吗？这是给介绍人啊不低于3个点的这个现金奖励啊，不是什么券啊，是现金，记住了。然后给这个买房的人什么奖励呢？给买房的人啊2.5%的消费券，就是你买房子啊是买了200万，那么就给你5万块钱的消费券，这个力度也不小啊。如果你买200万的房子，要给介绍人6万，对吧？再给这个你5万块钱的这个消费券，那就是11万呢。总之啊，现在各个地方政府为了救楼市啊，力度是越来越大，因为它的工具箱里工具没有了，只剩下给钱了，给补贴。我们再看看啊，这上海又出政策了。这个央视新闻报道啊，上海市财政局日前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本市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有关政策通知。通知明确，持上海居住证满3年并在上海工作的购房人，在上海新购住房且属家庭首套的，暂免征收房产税。它这个内容还挺多的啊，我没仔细看，我觉得我也不在上海买房，上海的房价死贵的，看了简直是叫什么自取其辱啊！那个8000万的房子跟咱也没关系，这个外环外的房子咱也看不上。那个
上海这个新政啊，简单的说啊，就什么意思呢？我个人随便看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是上海市户口，那这次政策跟你没关系；如果你是外地户口，虽然你拿了上海的什么证啊，这个居住证那个什么证的啊，反正你是外地户口，不是上海户口，那么没啥变化。只有哪种人有变化呢？就是你啊，不是上海户口，完了你还买第二套房，那这个要收你的这个房产税。上海的那个房产税啊，它是有免征的吧？上海的房产税好像我理解的好像叫豪宅税啊，就是好像就是个人人均超过60平米的才征收啊。那意味着啊，就是说对那些你是上海市户口，你不是上海市户口，但是你还要买改善房的，就对这个有点影响。所以说它这个政策啊，影响的人有限。上海的那个豪宅税本来也就是象征性的，对吧？上海如果那个房产税啊，如果真的像咱们理解的那个房产税一样，那上海的房价怎么可能还涨到，对吧？8000万一套呢？那总之啊，它这个政策啊，影响的面有限。但是为什么要出呢？就说明这个啊，金九银十啊，国庆节前能出的政策赶紧出。反过来啊，这种挤牙膏式的出政策，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就是一方面让这些韭菜刚需房的，他在盼着你下一个政策，然后让那些炒房的呢也感到绝望，觉得你出不了什么政策了，对吧？你再这么整，他们要这个叫夺门而出了，要疯狂挂牌了，要砸盘了。实际上这个为什么说作用不大呢？让很多刚需房的啊心更乱了。刚需房的说，那我还等等吧，你这后面保不齐还出什么政策？卖二手房的呢就是不等了，对吧？你这后面也出不了什么政策了，我赶紧降价跑吧。就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个现象啊？实际上最近公布的这些数字啊，确实不容乐观。这个统计局公布的1到8月，对吧？这个无论是1线城市、2线城市、3线城市，还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这个价格啊都呈现全线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尤其让市场啊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的是，北京的二手房房价跌幅啊有加速的这个意味。北京6月份二手房价格环比5月份下降了1%，7月份比6月份又下降了1.1%，8月份比7月份下降了1.2%，也就是二手房下降是加速的趋势。北京啊，所以这个让市场感觉到这个不可思议。你不管怎么说，北京是头部城市啊，对吧？是一线，毫无疑问呢。怎么二手房怎么还加速下跌呢？有很多人说1%好像不多啊。假如啊，你要在北京有一套500万的房子，你每个月环比下跌1%，也就是你每个月啊要跌掉5万块钱。这个对一个工薪阶层来说啊，就关键你一个月工资没有5万呢，这多么痛啊，多么痛的领悟啊！那对于那些没买房的，对不对？在观望的人，或者手上拿着首付，对吧？他就不愿意下场，他还在看的人，对他们来说呢，对吧？他越晚一个月买，他越节约5万块，那他这个相当于啊，每个月都省了3-5个月的工资啊，他一个月挣不到5万块，他就是晚买房，少损失5万块，所以那个不买房成了更理性的选择。你每个月下跌1%，一年下来就是跌了12%，60万就没了，就大概这么算啊，对吧？你要较真的话，恐怕就不到60万，50多万。所以这个对工薪阶层来说啊，这个财富的洗劫以及对消费信心打击的非常猛烈。所以说这个很多数据啊，它是互相能验证上的。你比如说啊，我看有人整理了一下啊，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变动啊，它是从2008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深圳累计跌幅超过40%，北上广跌幅是35%左右，就是分别跟他们的最高点啊下跌。具体到8月份，这个北京呢，根据这个北京公布的这个社零数据啊，8月份北京社零同比下跌12%，出现加速下跌啊。你看啊，北京的社零数据和北京的二手房啊，你看他们同步了，都是加速下跌。再根据央行公布的数字啊，2025年8月份居民的新增贷款只有303亿，这个是什么水平呢？已经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水平。这个居民新增贷款大家都知道吧，主要是以这个按揭贷款为主嘛，对吧？他那个什么消费贷、买汽车这些都是占比非常低啊，所以居民贷款大头是房贷。那么2025年8月份新增居民贷款只有303亿，说明什么？不仅没有人贷款买房，而且啊还没有人敢透支买东西，就是去消费啊。
不仅房地产低迷，而且消费也低迷，不贷款买房子，对吧？不借钱消费，说来说去就是大家赚钱难了，大家信心对未来预期都不好。为什么说赚钱难呢？啊，这网上有网友说啊，他说从哪几个方面看出钱不好赚了？他自己总结啊，有个网友说他是陕西西安人，他发现呢，第一个，他说他的朋友啊是某3甲医院产科医生，他的朋友说啊，今年目前新生儿比去年1半都不到，往年产科还忙忙碌碌，今年大家想在医院门口支个凉皮摊赚点外快，也就是啊，3甲医院连这个妇产科都已经没事干了，新生儿去年1半都到不了，而且今年恐怕啊，全国也差不多是断崖式下跌啊。第二个说小区外面店铺一茬茬的换老板，基本干半年就转租。昨天路过又发现多了几家店铺在出租，这个恐怕大家只要留意啊，在你附近的小区恐怕都有这个现象，就是那个门头叫城头变换大王旗啊，就那个小店铺的门头总是在换啊，今天是包子店，明天改成拉面，后天改成不知道卖什么东西。第三个说西安的二手房和新房都在垂死挣扎中，很多二手房没有学校加持，很多租都租不出去，更卖不出去。他说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曲江碧桂园云顶，之前卖1.9万，然后这几天不是那个什么吗？这一交房之后直接是1.4万大甩卖。他说这个啊，曲江碧桂园云顶它只是领跑，这只是开始啊，崩塌的开始。马路边摆摊卖饭，生意越来越萧条。有时很奇怪，钱不好赚，难道饭都不吃了吗？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晚上开始出来摆摊啊！这说的是陕西西安啊，我想实际上这个全国很多地方都一样，对吧？你比如说南京啊、武汉啊、南昌、合肥，其实都差不多。我们看看南京啊，一个南京的网友啊写说房价下跌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他说他表姐啊，他说我表姐日子快过不下去了。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去她南京的家，那个时候风光得很。她老公是搞建筑行业的，需要经常出差，常年在外奔波，但是年薪很高，50几万。她自己的工作单位也很好，在一个私企，年薪也有20万，一家人很幸福，妥妥的中产阶级。他俩为了给孩子上学，在南京花了400万买一套学区房，贷款了300万左右，每个月要还1.5万。这个说实话啊，真的是不值得同情呐。就是她老公是搞建筑行业的，那你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啊，你应该很了解。这第一个，第二个，2022年那恒大都已经爆雷了，2022年连融创都爆雷了，对吧？碧桂园都已经摇摇欲坠，那个时候咱们在预言万科是不是要爆雷？这个时候你还敢去买房，这个确实啊，没有办法，这只能怪自己啊。2021年恒大爆雷之前买房的说惨，有情可原，对吧？毕竟那个时候房子还没有，全社会都还在疯狂之中。你说你那个时候头一热去买了房子，还能情有可原。恒大这个作为第一大房企爆雷了，你还去买，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啊偏进来。后面就是悲惨的故事了啊！2025年，也就是前几天，她爸爸跟我们吃饭的时候诉苦。首先是她老公2023年被开除了，建筑行业不景气，找不到工作，在家啥都不干，待了2年，这太正常了。自恒大爆雷以后，那个所有的跟建筑相关的行业都是在裁员呢，尤其是设计单位，不仅裁员，工资都发不出来。说其次，她表姐啊，2024年的时候，公司效益不好，降本增效，他也被开除了，大半年没有找到工作，那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了，夫妻双双失业。但是房贷还是要还的，他们先是用存款还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收入，只能坐吃山空。于是，一家3口住到了她婆婆家，一家人挤在一起过日子，自己的学区房租给别人，1个月1.1万的房租。就这样，每个月还有4000块钱的缺口，他那房贷是1.5万啊，租出去1.1万，那他还要找4000块钱去填那个窟窿。但是他还有一家子的生活费啊，小孩的上学啊。最关键的是，他家40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值280万，就是要卖的话要亏120万。那关键他还了2年的这个贷款了，利息啊，亏死。说她表姐还好，说她表姐啊，老公现在不跟人说话，有抑郁倾向。上个月2人大吵一架，她老公说大不了离婚。她老公单位
这种类似情况呢，已经离婚2对了，都是房价下跌导致的。大家还记得吧？南京好像是23年、24年是房价下跌最厉害的时候，对吧？在全国啊都排在前列。恒大暴雷以后买房的，说实话，这真的要从自身找原因。大家看一段视频啊。你的男朋友没有房，你愿意嫁给他吗？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拜金。真的吗？如果你的男朋友没有房，你愿意跟他结婚吗？不愿意吧？为什么呢？我跟你男因为没有房的话，因为我很穷，我买不起房，我们总要有一个家的吧。男朋友没有房的话，你会嫁给他吗？虽然说我现在没有对结婚没有任何想法，然后如果有的话，我这种情况不会答应的。我觉得如果在一起的话，会降低原本的生活质量，那还是不要在一起了。你愿意陪一个男生一起奋斗买房吗？不愿意。为什么？他愿意陪我吗？我还是希望他有房。你愿意陪一个男生一起奋斗买房吗？不愿意，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拜金。你这个可以发吗？你确定？可以啊。一起奋斗买房，2个人一起才愿意。那我宁愿租房子。这个是基础。男朋友没有房，愿意和他结婚吗？这个也不能说这些女孩现实啊，事实上就是这样。这个你没有房，对吧？那结婚干什么呢？非得找一个人吃苦是吗？就不能怪人家现实啊，人家跟你就是为了图吃苦来的嘛。然后再讲什么共创业、同甘共苦，什么这一大堆的，这个都比较老套啊，对吧？这一套洗脑话术啊，现在不管用了。我看到今天啊，有个苏州的人呢发了个帖子，苏州是最强地级市啊，他说啊，真的普通人买房倒霉一辈子，就是房子没买好，对吧？倒霉一辈子。他说最近啊，突然收到妹妹发来的法院传票，才知道她跟前男友贷款买房，现在2人分手断供1年，被银行起诉，准备法拍。100万的房子目前只值32万，贷款还差43万。目前我准备给他兜底，直接卖房，剩下的男女方各出一半，大概5.5万，补上这11万的差额，房子才能过户给新业主。你说说吧，这个显然是男女朋友啊，2个人一起买房，共同承担。哎，这就是刚才你看那视频说的啊，为什么女孩不愿意呢？你看这房子现在2人分手啊，结果这个贷款还差43万，但这房子只值32万了，也就是还差11万，这2人各掏一半，一个人5万5，图啥呢？说这事最恶心的地方在于，他只是个普通人，花了钱贷款买房，结果房价一崩再崩，花了几十万全部打水漂，心态难免爆炸。他说相比之下，妹妹买的房子不是很贵，所以需要补差的部分不多，100万买的最后只值32万，这就是膝盖斩了。他说苏州房价大跌之后，有些家庭可能房子都卖不起了，360万的房子变成240万，现在卖240万，可能贷款还差280万，要过户给新业主需要先拿40万一起还银行才行。但是这种情况下40万不一定掏得出来，整个家庭几乎也会崩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让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同甘共苦，什么共同买房，这个确实啊也不现实。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